呢題2017年 Paper 2第12題，咁佢咧首先咧就話 y 咧就係兩部分加埋啦，咁佢就係第一部分咧就係一個 constant，即係固定不變嘅數字啦。另外一部分咧就同 x square 成正比。好啦，跟住佢就俾咗兩組資料你，跟住咧就最後問你咧，如果 x 係3嘅時候 y 係幾多？嗱，咁我哋首先咧就假設 y 咧就係 k1，就係一個 constant 啦，再加第二部分咧就係k2乘 x square，因為佢話同 x square 成正比嘛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將佢俾你嗰兩組數字代翻落去咧，就揾翻 k1 同埋 k2出嚟先。好啦，當 x 係1嘅時候 y 係7，咁即係7等於 k1 加 k2乘1嘅 square， 咁即係 k1 加 k2等於7，咁呢條係一式啦。跟住咧就代第二組數字入去啦。咁當 x 係2嘅時候，個 y 就係13，咁即係13等於 k1 加 k2乘2嘅2次啦。咁即係 k1 加4個 k2等於13，呢個係二式。好，咁跟住咧就聯立方程，咁跟住我哋撳計數機啦，直接揾翻個 k1 同埋 k2出嚟啦。咁個 k1 咧就會計到係5，k2咧就係2啦。咁所以咧將個 k1 同埋 k2代翻落去原本條式嗰度，咁咧 y 就係等於5加2乘 x square 啦。咁佢而家就再問你個 x 係3嘅時候 y 係幾多嘛？咁所以我哋咧就再代個 x 係3，咁呢個會撳到答案係23，咁所以 answer 就係 C。